大家好啊，我係萬利簾 Alan， 今日為大家介紹一下萬利簾星系列充電上下日夜蜂巢嘅。蜂巢簾比起傳統布簾，因為獨特嘅中空六角形結構咧，更加隔熱，更加節省空間嘅。今次萬利簾將兩本原本獨立嘅簾二合為一，變做今次一幅上下日夜蜂巢嘅。佢嘅特點係可以喺同一個位置有齊兩幅簾嘅功效。有下邊嘅夜簾遮光隔熱功能，亦都有上面日簾嘅半透光布簾，營造溫馨嘅感覺。另外，星系列呢一套配備 Type-C 嘅充電系統，簡直係對於想用電動但係冇留電掣位嘅用家係一大福音嚟嘅。因為我哋呢一套冇需要接駁電位嘅系統，大概只需要4至6個月充電一次。如果再配合我哋嘅太陽能板去幫助充電，最多可以延長去6至9個月先至需要再充電嘅。另外，亦都可以購買我哋嘅塗鴉智能盒，配合塗鴉系統去用手機去控制喺指定嘅時間開關或者其他設定嘅。另外，我哋喺原本嘅雙層蜂巢簾系統作出改進，好多時候蜂巢簾最怕就係有雜物晾喺底嘅，例如梳化扶手啊、箍筍枕頭之類，導致唔平衡，導致個翹繩嘅。經我哋改良之後，就可以減少到90%呢類嘅意外，咁令到師傅上門亦都可以即時去維修，甚至乎現場用家亦都可以自行去維修一下嘅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到呢度，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或者想知多啲嘅，可以聯絡我哋嘅客戶服務部或者瀏覽我哋嘅網址。多謝大家收睇嘅，拜拜。